伫台湾，土地公是上清澈的守护神。这汤圆逐年拢会办土地公民俗艺术节，今年拢总有203尊，上远阁有为马来西亚来的，要做伙甲土地公的文化传落去。高云的福山宫将这古尊土地公神尊请来汤圆土地公民俗艺术节，来甲台湾各地，甚至有马来西亚，总共有203尊的土地公神尊做交流。这古尊就是阮福山宫比较有代表性的，福山宫的神尊，所以讲阮派因出来参与这个活动。今年已经17年啊，一年比一年更较侪尊。那么今年上侪已经有203尊的土地公来参加。上特别的是，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土地公庙来参与活动。庙方讲，一定连续2档，用行路的方式来甲台湾各地土地公庙做交流。除了分享地方的土地公庙历史，伊嘛用福建话来甲台湾台语做交流。阮旧年是5月份啦，5月，阮有来台南啦。今年就是9月，阮就去中部，本是行了10几间的这个暗庙啦。现场有跋杯活动，吸引满满的大小朋友来参与，实在真热闹。主办单位讲，只要信杯，就送你一粒土地公伯加持过的面桃。真侪民众拢希望会当得到面桃来食甜甜保平安。伊嘛希望大家会当斗阵将土地公伯的精神文化流传落去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特别报道。